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莲花食品去年4月倒火，9个人死亡。检方是依照过失致死定罪，甲公司甲厂长3个人提起公诉。有警用医师找人走私替猥琐入境，检方甲成压禁见，前医院所的官员伫机场替因暗砍是40万交保。美国爱荷华州有一间中学发生枪案，1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嫌犯那像是已经自杀死亡。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去年4月莲花食品的彰化厂倒火，造成9个人死亡。即阵检方已经侦查结束，因前电工厂的消防编组有哪无力，平常时的消防演练嘛无做甲到。检方是依照职业安全法、佮过失致死等罪嫌，甲公司佮有厂长等3个人提起公诉。厝顶青乌烟，消防人员一直甲伤者挨出来。莲花食品彰化宝岛厂去年4月2号发生大鼎炉失火，这大火造成9个人死亡，1人重伤，9个人轻伤。专案彰化地检署测试证据，认定3名公司干部违反职安法，涉嫌犯着过失致死、过失致重伤等罪嫌，提起公诉。莲花公司伊也未收到起诉书，案件进入司法庭司不必回应。目前呢，因为我们尚未还没有收到起诉书，所以这件事情它现在目前进入司法程序，所以我们不太能多做评论。检察官调查发现，莲花食品生地科长看到大鼎炉伫咧烧时阵，说是拒绝用灭火器，失去拍火上解火的时机。而且以身为自卫消防编组的组长，竟然记袂起来防火编组名单。生地代理厂长含生出来工务部经理，也无落实监督责任，无定期进行消防演练，或者消防编组干那挂名尔，伫事火灾时阵全部无应变能力。员工平日未落实消防训练、应变及演练，致造成多人死伤。检察官侦查终结后，认被告等人涉犯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刑法过失致死、过失致重伤等罪，提起公诉。这是未依规定进行建筑物的公安申报。建筑那边后来也有去开罚30万块啊，他均有依规定每半年实施对相边做演练嘛，然后相关的成果也有报我们消防队这边备查。彰化县消防局表示，根据记录，厂房有照规定半年一届消防自卫编组演练，而且被测在案，不过无进行建筑物公安申报，已经由建设处罚30万。莲花食品公司表示，干部并无拒绝使用灭火器，日后伫法庭会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替猥琐伫台湾是列做药品，要进口就要经过许可。不过有一个姓吴的整容医师，却涉嫌找人走私，为日本甲韩国偷早替猥琐入境。这前移民署的官员佮替因暗砍，行机场的公务通道。这4个人都互检方约谈，整容医师是互成押禁见，移民署的官员是40万交保。律师要澄清一下。面对询问拢无讲话，行入地检署，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就是涉嫌走私台湾素注射剂4、5个整形名医。伊透过2个斗早回的人，姓陈甲姓高的查甫人，长期去日本甲韩国这些所在早回入境。其中也有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前松山机场4店的分队长，涉嫌利用职权压户，4个人随时暗时互人约谈到案。询问了后，4、5个医师加姓陈的查甫人，依照涉犯药事法输入禁药罪，申请羁押禁见。检察官昨日指挥廉政署执行搜索，并约谈4人到案。讯问后，将其中2名被告申请羁押禁见。代志发生是因为检廉接到报案，国境事务队前4店的分队长为2022年10月开始，纪录片押互姓陈甲姓高行上机的公务通道，互因会当走私拢总30盒，差不多1500支的乃尔康台湾素，也有其他的违禁品入境，交付货品互4、5个医师。医师所开的诊所初5透早，铁门嘛扭来无营业。
涉案的前4电分队长去年3月退休，是毋是有牵涉到收受红包，还是其他公务员有涉案，也有待查清楚。移民署声明表示，2022年11月接到检举了后，已经请政府单位调查，也主动移请司法机关侦办。行政威胁的部分已经有处罚，后续若是还有刑责，会照规定追究伊的退休金。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六就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候选人是拢争取时间来拜票。侯友宜透早去占地盘，和民进党籍的里长做伙来拜票。安尼赖清德针对万里旧厝的争议，批评是政治操作。另外，郭文德这边讲到台湾、美国甲中国的关系，郭文德表示，找到平衡才是关键。甲泸州当地民进党籍的里长做伙比赛，乌条阿卡意味是真高。国民党侯友宜早起登新北全力救票，头一站先去泸州扫街拜票，续来搁去沙丁埔。针对立院批评新北市府向去让赖清德万里的厝是政治操作，侯友宜嘛做出回应。新北市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之前就已经有通知对方了，是对方没有来。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这一次没有通知我们法律代理人呢？过去新北市政府也都是通知他们，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在选前这种小动作，大可不必了。民进党赖清德早起去屏东成立6队客家后援会，来求客家的选票。持续因为万里的厝甲侯友宜咧对徛，也批评侯友宜先摕到民进党的广告，甚至出手甲电视台施压，讲袂当播出，这是伤害言论自由的行为。甲侯友宜话讲，就要出来讲互清楚。民众党郭文德是持续伫全台湾拜票的活动。针对赖清德质疑讲，郭文德批评侯友宜是中共支持的人，这是久笑比无尾。郭文德认为讲，美中台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一大难题，想要做甲美中拢介意台湾是伤过理想。本来就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取得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平衡点。你要做到说什么点，中国、美国都很喜欢你，不切实际的期望。今日这礼拜锁定伫台湾中部扫街拜票。郭文德表示，台中是传统的摇摆州，嘛是拿着执政转换上侪届的所在。台湾中部若赢，台湾应该都会赢。记者综合报道。若是总统的部分，这副总统候选人嘛真拍拼咧走基层。国民党赵少康提出1号证件，病院添病床、护理师，逐个月补助加一班，轮班的比例要立法。民众党吴欣盈去台南拜票，呼吁选民放弃压力，才会当保住台湾。啊，那民进党萧美琴去桃园徛台造势，和支持者搬烂交杯。唱生日快乐歌，替党籍立委候选人黄世杰庆祝生日。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到桃园杨梅造势，因为最近天气真冷，萧美琴阁特别炸特制脆餡发送给到店的支持者，爱大家注意穿好烧。这个礼物只有是萧美琴专属做给大家的，叫做选对的人走对的路的小口罩哈。那我们发给今天大家，请大家注意保暖。萧美琴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初选行程全满，继续到桃园其他选区替立委邮票、购票。另国民党赵少康是提出1号证件，病院的急性病床、特殊病床护理师每个月增加津贴1万，健保点单以1.1块做目标，而且研究3班护病比入法，加强住院整合照顾计划，扩大智慧护理，加强政府投资健康。其他地方工作的，比如诊所啦、护理师啊等等，我们也希望逐步能够让他们待遇能够提高，但是优先的这个最紧急的就是我们刚提的这11万8千人。沿路向民众致意，民众党吴欣盈到赖清德本命区的台南车队邮票参拜公庙，也有支持者送预算啊。吴欣盈也热情甲支持者打手。民众党在这个状况下，请大家要出来投神圣的一票。我们不玩弃保的游戏，每个人的一票可以改变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要未来下一代，未来美好台湾，一定要弃蓝绿保台湾。那吴欣盈过来走台南，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也伫初8甲初9连续2天要去台南车队邮票，也要伫南台湾继续抢票。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年有真侪护理人员不时拢会徛出来争取家己的劳动权益，要求加薪水或者是调整护理师甲病人的照顾比例。事实上，薪水少、工时长，嘛是侪台湾劳工的困境。那立白三党的总统候选人伫选前嘛拢有提出政见，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保障劳工权益的上架工资法，伫咧去年12月总算三读通过。这劳工团体拢希望未来会当改善弱势劳工的生活。加薪的问题一直拢是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代志。三组总统候选人也捌伫政见发表会提出解决的方案。侯友宜是提出守护劳工7钱的政见，希望对加薪、增加休假天数等等来改善加薪高工时的困境。第一件，劳工加薪，企业减税。第二件，所有弱势降低赋税；第三件，增加收假天数，尊重劳动尊严再升级；第四件，力保劳保基金永续发展；第五件，兴建劳工财；第六件，保障非典型劳工权益；第七件，修订3法，劳权加码。现在国问题是认为加薪是教育出问题，地书教出来学生无符合社会的需要。伊表示未来选调了后，除了高等教育、技职教育嘛会同款重视。在台湾目前是缺工跟低薪并存，理论上缺工就应该会高薪啊，总会低薪。这表示说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不符合社会企业上的需要，所以这个有学用落差的问题。我会将重高教轻技职的教育政策改成高教与技职并重，来强化产业衔接，解决学用落差。另外，罗清德是提出提高劳工薪水的政见，伊讲未来选调会根据物价指数，也是经济成长指数来调整劳工的薪水，嘛要鼓励资方提悬提拨退休金。必须要提高劳工的薪水，除了发展经济，让产业升级，能够有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以外啊，我也会善用蔡英文总统任内所推动过的劳工基本薪资的这个法案，运用物价指数啊，根据物价指数或是经济成长的指数来调整劳工基本的薪资。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台湾的 GDP 自2000年到2021年成长率有到130%，但是加薪却一直拢是劳工上郁卒的代志，影响着结婚、生囝、买厝等等的生活规划。这劳工团体拢捌呼吁企业应该爱和劳工分享经济成果，但是要安怎维护促进劳工的权益，未来执政者要是爱好好思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总统大选要到啊，中国唔若出动军机甲军舰扰乱台海，这气球嘛小接飞过来。美国的白宫已经表态支持台湾的民主，呼吁外界莫介入台湾的选举。啊，那咱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提醒大家，中国出头了了，咱就爱较咩切哩。大选晚间啊，中国扰台动作不断。国防部初5公布查到共机8台共艦4隻，伫台海周邊活動，也有一粒空飄氣球飛過太極中線，向東北方飛過去。最近中國的空飄氣球一直出現，甚至穿過本島的天頂。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測試呼籲外界唔通干涉台灣的選舉。We obviously support the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Taiwan. We continue to urge anyone outside Taiwan not to interfere in their ability to have a free, fair, democratic election. 对有媒体报道，中国散布假消息，甚至透过旅行甲金钱来讹诈台湾官员。科比伫记者会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阵表示，虽然无法度证实这个报道，不过搁再明确的表明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希望台湾的民众投票的时阵会当自由选择下一任领导人。中国这台借钱的事情啊，我们国安单位呢一直有很好的这个掌握。这里我要特别呼吁我们全体国人同胞哈，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哦，避免误触法网。他中共也会希望透过这样的行动，去凸显出我们国防部可能没有的无能为力，以及去加强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这个都是他们在认知作战上面经常会运用的手法。学者分析，中共伫这届大选前，无互军机舰做出明显恐吓的行为，都是惊互人讲是伫施加压力，引起反效果。不过，因也是利用空飘气球，也有放假消息这方式，想要介入选举，来表现因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云林口湖乡的前乡长林德玲涉嫌污洗，一审判10年，褫夺公权8年。照规定，若判刑确定，就袂使出来参选。不过因为搁咧拍官司，这判刑也未定案。而且这港区的议员消费品贿选，林德玲即阵就顺利保位，成做云林县议员。效忠国家。举手念就职宣言，林德玲接任云林县第20届第6区的议员，因为港区的议员消费品牵涉贿选，互人改职。依照落选票数相关的林德玲，伫咧初5正式宣誓就职。我想我的议员的经历跟乡长的经历呢，可以帮助我，可以把这个议员的工作做得更好。那未来的期待，希望能够在议会，有所发挥。反映地方的事情哈。不过林德玲捌伫咧做口湖乡长的期间，涉嫌甲太阳能供电业者收400万的污洗。云林地方法院伫咧去年5月以贪污治罪条例，甲判有期徒刑10档，褫夺公权8档。目前还搁咧上诉。针对这件代志，云林县府民政处表示，因为也未定案，所以互林德玲接任有符合规定。地方制度法第79条的规定哈，那县市议员。他如果有犯贪污罪，经法院判决确定的时候，那由内政部呢来解除他的职权。他目前还在法院上诉中了所以这个部分还没有判决确定，所以目前他仍然是有效的。民政处表示，这个选区因为消费品贿选，互人改制，这个区就由港选区落选票数相关，而且超过这个选区上加当选票数1半以上的林德玲来接任，嘛已经向云林地方法院来查证，林德玲也未有贿选相关的案件，所以有符合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铁的企业工会自去年底开始和资方协商，希望年尾奖金为2.3个月有关到4个月。不过协商到大拢无共识，工会是申请调解，无排除要伫过年的时阵罢工。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交通部拢有掌握状况，会积极协助高铁来解决问题。高铁企业工会发出快讯，表示测试甲资方协商会议当中，佮要求4个月年终奖金甲更较好的调整方案，不过公司煞回应无方案。1月70日进入劳资争议调解定书向资方发声，或者是无提出符合当初期待方案。工会已经准备好无减年终、有理罢工，无排除要伫春节期间罢工。1月10号是跟高铁公司有一场调解会，看到时候的调解结果。那如果失败的话，才会开始进行举办罢工投票。过年上无形的春节处分出现变数，高铁公司总经理半夜对员工发出内部的批，指出伫协商会议当中，资方言论被接触甲错误引用，感觉真遗憾。公司正向董事会积极争取明年相关的奖金，强调公司全体同事拢徛伫共一阵线提供服务。对过去劳资争议，行政院表示，交通部拢有掌握。交通部呢一直对于这一件事情呢都有所掌握，协助他来做更好的这个协调沟通。那我相信呢这一件事情呢一定会在这样的劳资双方都能够和谐沟通的情况下，所有的期限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化解。疫情了后，高铁路运需求增加，更增加真侪班次。为1月73开始，每礼拜各将开21班次列车，每礼拜总共班次到1060班。高铁企业工会表示，为过去1年保证路运量辛劳，争取应该有的年终奖金。那1月70调解失败，1月16会阁开会员代表大会，开始罢工投票，决议下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有4成8的人因为薪水上低、工课压力大，想要伫过年进前外头路。这上热门的产业，前3名是资讯科技、服务金融甲传统的制造业。2年前，大部分是雇主无用拍员工绩效考核的时机，一般认为这是企业人才流动率上低时阵。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有4成8的人想要伫过年前换头路。跟之前的产业差不多，就可能是资讯科技业为主。因为我自己也是北漂嘛，然后就是主要还是薪水比较高一点。技师薪水算蛮优渥的嘛。那再来一个就是，技师这份工作刚好可以跟
我的喜欢的是可以相符合的。根据调查，408人想要伫过年前换头的原因，大部分是为了追求更较好的薪水，过来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还有职业做较新啊。另外追求成就感，甲年终无符合期待，这拢是原因。上受换头路人介意的产业，头一个是资讯科技业，过来是工商服务业，也有金融业，另外还有传统制造业。人的银行表示，若做企业想要留人才，基层员工爱加开5690块，主管级都爱开8537块。在科技产业的部分呢，虽然年终应该也还不错，但是比起往年，可能会让科技产业的上班族会比较有一点期待落空的感觉。那至于在餐饮啊服务业的部分，因为内需市场旺盛，所以今年餐饮服务业他们年终是值得期待的。专家认为，今年餐饮服务业年终达到期待，就连转职的薪水也希望谈到底薪会当到4万。内需的景气变较好，内需型的服务业薪水当然会较起。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顶一日发生学生举刀仔甲同学挂颔棍的事件，这校园安全的问题引起讨论。教育部暂定案，为2月开始，校园安全检查机制会分做类型的抽查，佮有紧急的抽查。要紧急抽查的时，免家长陪嘛会使。有学者认为，除了加强检查，霸凌、伤害的预防辅导，佮有刑责，拢着爱检讨。校园安全检查机制伤过严，紧急状况的时阵是袂赴来做。教育部长是定案，今年2月开始会当例行抽查甲紧急检查。紧急检查的时阵唔免人来陪同，有家长表示肯定。之前是需要有家长的同意、家长的陪同，那这一次呢，就是可以不用再这样子。那扩大他这样的执行，我相信可以保护孩子的在校园的安全。警察大学教授考学生是认同加强安检，也毋过强调这也是较后壁的代志。教育部是明确决定特定学生的条件，也毋过少数化定义的可能犯罪的少年，应该扩大范围。整个曝险行为，我们本来1款7款变成3款，就把那个加入不良指示删掉。所以我是认为曝险这块要扩大，因为扩大之后就要少委会介入。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嘛指出，新北市的案件嘛，互未成年学生刑责是来讨论，以日本来做例。20年来修5改法，会当判处刑事听话为16岁以上降到14岁。转送感化院年岁下限嘛降到12岁以上，刑度嘛提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犯罪手段的凶残，跟加害者跟被害者都处是校园的学生，这个事情跟我们有高度的一个类似。协会表示，2022年10月到去年年底，全台有29件校园霸凌，其中有伤害甲杀人，可能爱参考国外进步的法律，调整法条甲具体做法，提出解决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头一个台文系，新北市真理大学的台文系，传出为114学年度开始要停止招生，引起外界关心。学生甚至是发起联署表达反对。今仔下晡2点，学校召开校务会议，要讨论这个议题。学生嘛伫学校分段表达因的心声甲立场。详细的状况，请台语台记者卢尚竹伫真理大学现场连线，甲大家说明。现场这就是真理大学台文系进前传出讲要停止招生的消息，有学生伫咧网络上发起网络联署反对，抗议校方拢无尊重老师甲学生的意见甲权益。因认为讲，若是台文系要收起来，安尼对台湾文学、台湾文化和台湾意识的传承是非常大的伤害。今仔日下晡校方要召开校务会议，可能会决定台文系的未来。学生嘛出来发传单，望大家会当做伙来收听。其中有一位校务会议代表，伊是呼吁校方应该爱甲停止招生，还是要合并的做法对外讲好清楚。这不是要讲停办，是要甲资源整合，做上好的发挥个再使用，然后会当提供更好的教育品质。这是阮即摆大方向。
伫这个教会的这个决策中间，阮校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咧发展。校务会议代表表示讲，唔是要甲台文系停办，是为着要做较好的资源整合运用。因为目前的人数是已经到275个人，包括着音乐创作者低头陪主约信，也佮有创系系主任张良德，拢有伫咧网络公开声援台文系。然后学生是烦恼讲，若准讲台文系真正要收掉，还是讲要合并，安尼恐惊嘛影响到济台文系的招生。希望大家做伙来关心。以上是记者卢秀如、林旭凯伫咧现场的采访报道。再来甲时间交互主播。垦丁国家公园的尊芳石景观区，有民众看到有人在爬壁，这严重是直接顶伫山坳大石顶悬，破坏自然景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这事发的地点虽然无禁止民众爬壁，不过严重搁伫咧大石顶悬，这涉嫌毁损罪，搁有乌白氮粪扫的问题。对空中慢慢降到地面的男性身躯顶白锁啊，另外一边钩啊是固定伫个山路搭顶头，互游客看到心肝真疼。因为这阵人爬壁的地点，就是伫个垦丁国家公园内底尊芳石附近的特别景观区。明显看到。警方甲垦管处的人员前往现场，发现山路搭顶头有钉钉啊。垦管处表示，目前禁止伫个大尖山、水鸡石甲尊芳石的地区有爬壁的行为。虽然讲事发的地点是伫尊芳石特别景观区的山路搭，爬壁的行为无算违法，不过钉啊钉伫个顶头，有关涉犯毁损甲乌白带物件的罪嫌。本次案发地点是属于船湾石附近的一个特别景观区的礁岩上面，所以目前并没有禁止攀登。垦管处讲，若准确认是这阵人所做的，照规定上济会当罚100块。国家公园法当中禁止爬壁的区域，虽然无包括这搭尊芳石特别景观区，不过伊煞是无法度以人力再造的特殊自然地理景观。垦管处也会甲专家建议，伫保护特有地景的条件之下，规定类似的商业性活动，避免造成环境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成功大学发现有校外的人偷走入去查某便所要共偷看，加在有学生发现，把这个不输柜锁伫便所内底，报警察掠嫌犯。着惊的查某学生是指控性骚扰，警方已经依照社会法甲嫌犯上班。一个查某学生伫城大某一个系所咧上便所的时阵，想要到1月头雄雄发现顶悬有一个人咧偷看，查某学生惊一跳，冲出去便所发救命，伊嘛真巧，随甲嫌犯锁伫咧便所内底。这个门赶快关起来，然后求救，然后我们现场的根据学校的 SOP， 现场的老师啊，跟现场的我们学校的同仁就合力把这个偷窥的人就都抓到。校园里面就有建立一个紧急事件的一个 SOP， 学生啊，或者是行政同仁或者是老师来多做一些宣导。伫这个过程中，嫌犯阁上康树旁未逃走，规日涂骹拜托大家帮伊刷。加在老师、保全甲警方拢真紧得到现场，甲这个查甫人带回去派出所做笔录。规定受理性骚扰行政申诉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在案。是不开放，只有学生才能使用。会不会觉得系馆这边比较角落一点？不会，对，结伴可能是比较务实的做法，其他的话我也还没想到。当事人即马已经提出性骚扰的申诉，警方也照社会法侦办。不过因为大学校园是开放空间，佮加上司法的便所伫校园较偏僻的所在，互不法人士有机会通做歹。未来校园除了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嘛已经伫校园内底设校安通报设备，希望会当阻挡这款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爱荷华州有一间中学车匙透早发生枪案，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加在透早7点外，学校的师生也无济。警方表示，嫌犯那像是已经自杀死亡。真侪警车停伫学校外口，美国爱荷华州佩里市内的佩里中区，这是结束休馆等学校上课，所在早起7点外发生枪击。警方接到报案，有人伫学校开枪，7分鐘了後到現場，發現真侪人受傷。It's still very early. This happened at approximately 7:37 this morning. School didn't start yet, luckily, so there was very few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the building, which I think contributed to a good outcome in that sense.
警方表示，凶手犯案了后，疑似自杀身亡，不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好在无生命危险。爱河下州官员指出，凶手是17岁巴特勒，伊是霹雳中学的学生。枪击前后，伫社群媒体爆发真侪大文，被讲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打击枪击暴力。Our hearts break for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in yet another act of senseless gun violence.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brave first responders who are on the scene, and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longer an active threat to the school. I should say fortunate, not unfortunately. 美国有防枪击暴力组织谴责学校枪击暴力的宣传，佮指出今年才过4天，都已经发生2件校园枪击事件。另外，凶手犯案动机还佮等当局来调查清楚。公司新闻电为人评价。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还未收煞。乌克兰的国会当咧审查新的法案，要扩大抽兵的年会，佮要加重逃兵的处罚。不过，这款做法是引起批评，议会嘛讲违反宪法。另外，最近罗西亚射飞弹攻击乌克兰，美国表示，其中有真侪粒飞弹是北韩提供的。俄乌战争经历下，乌军前线真需要新会补充战力。乌克兰总理泽米加尔去年底提交2项新法案草案，目的是为扩大征兵。这项新法案将有备役军人的年岁为17岁降到25岁，让乌军应马上定调超过40万的新战力。而且过去无适合做兵的人会被重新审查。未来军方爱登记18到60岁，超过义务役的人，若无登记或者是无顾动员，会被罚款。拒绝军事体检会被处3到5年的加禁。另外，新法案也规定在戒严法之下，爱连续服役3年才能申请退伍。同时，目前兵单寄到任务人员出来的方式，也可能改做寄到电子邮件或者是手机啊，会更较歹都被定调。同时，到伫海外服役的年岁查甫人，未来也可能被定调上战场。В Авдіївці разом з командою привітали воїнів з Різдвом, з Новим роком. Усі, хто на нулі, хто захищає нашу країну. Безмежна вдячність всім рідним, кожній родині наших героїв. І усім, хто допомагає. І хто вірить у нас, і хто робить все, щоб Україна змогла більше. Пам'ятаємо, що вирішується в цій війні. 这法案会伫国会2读甲3读，各有议员投票表决。新的定兵法案遭到一寡民众批评。议会人权专员也表示，这法案当中的一寡提案违宪。不过，就伫跨年期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猛攻，美国白宫证实，有北韩提供的弹道飞弹会被用来攻击乌克兰。北韩官方媒体也伫敏感时期公布领导人金正恩带细汉查某囝金珠爱顺势飞弹攻手的影片。And on January 2nd, Russia launched multiple North Korean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Ukraine. This is a significant and concerning escalation in the DPRK's support for Russia. Now, in return for its support, we assess that Pyongyang is seeking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Russia, including fighter aircraft, surface-to-air missiles, armored vehicles, ballistic missile production equipment or materials, and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科比指出，事态发展显示，美国国会真需要通过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援助，若无支持管道，真紧对用完。美国甲民国会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代志，因为这举动已经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伊朗顶一日发生84个人死亡的爆炸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承认讲是因做的。专家认为，因可能是要使人伊朗去拍以色列，挑工要甲以下的冲突无更较大。تروریستی داعش مسئولیت انفجارهای تروریستی دیروز در کرمان را بر عهده گرفت. 伊斯兰国公布，伊朗南部都市科尔曼前总领苏雷曼尼过身纪念活动的连环爆炸案的2名作案者的名字。佮表示，因穿爆炸架加入人群，讲着家己眼中的异端，涉及拍时阵各用无好听的字句。根据知情人士讲法，一个男性自杀炸弹器引爆炸后，第二摆爆炸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不过并100%确定。آدم خودش وجدان داره، انسانیت داره، قلب داره.
爆炸造成点仔架路表面翘起来，清楚显示炸弹内底有弹片。另外一边有伤者已经打起的火者，伊拢当局将死亡人数为超过100人继续下修，因为发现中核登记。伊斯兰国的声明阁呼吁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攻击基督徒甲犹太人为加沙躁动的流血事件复仇，阁批评巴勒斯坦派别甲伊朗革命，德黑兰用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名义，根本是咧消费巴勒斯坦人。伊朗政府无回应，暗过官方媒体有相关的报道。克曼居民落以色列国旗，顶头写着以色列起死。美国华盛顿前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昨天表示，这场攻击真可能是伊斯兰国希望伊朗去拍那个哈马斯继续战争以色列，将安尼局势扩大做一场地区冲突，让安尼局势互世界更较乱。公视新闻恩文玲评论。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启用87档，到达大约有2000多人为桥顶跳落去行底路。所以当地是开68亿的代票去安全设施。最近这保护的查某仔已经绑好势啊，希望会当减少跳桥死亡的人数。旧金山金门大桥的自杀防护网这时阵开始发挥作用，不止杀一条拍成自我了断的性命，也忘掉这人或者是家属最后希望，一个人换来就是给家己一个机会。There's a deterrent there visually. It can stop a lot of people from jumping. 金门大桥是一个伟大土木工程，横跨太平洋。旧金山湾也是一直以来想要组建的人用来结束生命所在。伊在1937年启用，到今嘛已经超过2000人伫遮跳落去。真侪爸母贴心以外，20多年来找找解决方法，加装防护网，希望互最后的后悔拢会付。Because once they get there and they see it's there, they're going to go, well, I can't do this. Let me go find another method. You know, you only get 4 seconds, and they've already changed their minds. 自杀防护网工程延前真侪摆，2014年核准经费7600万美金，暗过预算一直增加。2018年启动工程已经是官方批准10年了后，2022年建设成本已经将近2.07亿美金。主要是伫2.7公里长的金门大桥两边加装6公尺宽海混结白铁网，会挡歹天气、海水雾气甲强风。驶伫车顶的车是看袂到。管理大桥的官员表示，落落网中有缘可能受重伤。根据研究，大部分自杀幸存者拢未阁有想要自杀。公视新闻恩文玲评论。镜头转来到国内，新北市进前接到几件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害投资者是了解无计划。警方动员上百人去10个所在抓14个人到案。专案是依照涉嫌刑法的诈欺罪、洗钱防制法、银行法等等的罪嫌移送法办。警察用铁条弄大门，要破坏铁门，进入诈骗集团的据点。这3年查甫人涉嫌虚拟诈骗，3年外至少8人受害。他在哪里？他在家里。那我们进去找他一下。另外一边，摇臂嫌犯，警方提搜索票，将嫌犯抓到会。在房间内底，嫌犯看到警方上门，拢硬去。警方调查，姓林甲姓潘10多人等人组成诈欺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软体发送信息，用伪术骗被害者投资虚拟货币。公司伫国内外有名交易所证实，检警伫台北、新北、台中等10个地点进行搜查，总共抓14个人到案。现场查扣了现金新台币1亿1152万余元，以及各类型的虚拟币，那总价值呢是1亿800多万元。那从现场查扣的现金以及虚拟币的部分，总共加起来总计达2.2亿元。警方出动4台点钱的机器，规暝来点，用4点钟才清点了。台北地检署以违反银行法刑罚警戒姓潘姓林2个嫌犯，包括空运公司干部等7人继续追查，其他共犯3到2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议员争取规划进行道，煞引起诊所医生的抗议，讲安尼是车无法度动，患者上路车无方便。医生阁放调讲，若准这进行道画落去，伊就要退休。议员是呼吁这个医生唔通倒开，交通局嘛回应讲，进行道会尽量兼顾过路人佮停车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已经19年了嘞。
09年有出问题过吗？对，请问那个计程车怎么停？之后计程车没办法停哎，因为我们医疗院所绝对不可以这样画。伫桃园区中埔那个诊所头前为流线型进行度，引起诊所医生的抗议，且无法度临停，影响脑疾病人上下车。也发射要向病人讲是因为机关争取未进行度，可以准备退休。议员是爱医生唔通情绪性来讲话，应该考虑公众的利益。因为这诊所附近周边都是这个所谓的大楼社区，有很多推着婴儿车的妈妈，每天要去上学的孩子根本没有路可以走。议员表示，中埔那街附近有学校甲真济大型社区，暗过汽车占用情形严重，无过路人的空间，为了让过路人方便行，黄庆辉甲当地里长争取维持进行度。在路幅比较窄，而且有新的通行需求的地方，一并的去检视周边是否有其他的停车空间来供给停车需求，像是路外停车场或是增设路边停车等等。针对医疗院所头前是不是卫生，有其他的方式，交通局回应为兼顾过路人通行需求甲停车需求，规划标线型人行道时阵，路的空间较充足，就会维持人停区；路的空间较下，也到定检讨周边是不是有其他停车空间，来供应停车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所有的社区守望相助队，拢是警察局负责办保险，一年保一届。不过今年煞找无保险公司愿意保，历史一寡相助队因为无保险，自元旦开始就无法度出勤。地方嘛烦恼讲，安尼落去治安会出问题。守望相助队队员穿反光的甲，也指挥帮准备要出门巡逻，守护在地治安。不过最近宜兰县的巡守队煞是拢暂停出勤。你队员出去巡的话，那假如发生意外时，谁要处理？谁要负责？嘿啊，咱嘛为了对家属啥，咱嘛歹交代嘛。因为巡守队的意外险由县警局来办理，一年一约，今年合约警方招标无顺利，从去年10月到达，4届招标拢全部流标。部分的巡守队为元旦开始，因为无保险，所以就无出勤。嘛，怨叹讲这款的问题，永过就发生过几啊届，希望唔通阁发生。那希望我们警察局在这个部分必须要去反映，怎么让这个保险的这个预算能够增加，来保障我们所有的守望相助队队员他们的勤务的协寻的这些意外险。关机关表示，每一年巡守队保险的预算，县府敢若变266万，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真侪保险公司认为无利润，才无来投标。县警局应该思考安怎提高保险的预算。因为警力有限，巡守队若是无出勤，恐惊会出现治安的事件。也在积极的找跟多家厂商来邀约尽量来参加我们1月9号的招标。巡守队主要伫暗时伫社区巡逻，只要发现有人偷摕物件、有人食毒，或者是发生车祸等等的案件，就会随通报警方来处理。不过嘛有一定的危险性，无保险嘛互袂少队员感觉不安。县警局表示，会积极来办理投标，赶紧互巡守队的出勤会当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选举都要到啊，民众会当看选举公报来了解候选人，佮有政党的理念，来决定家己要党候什么人。其实除了纸本的公报，这中选会伫网络顶悬嘛有提供电子版的公报，这内底有台语、客语、华语的版本，民众用听的嘛会使。投票时间：中华民国113年1月13日。选举公报唔那通用读的，伫网络顶中选会也通念互你听。袂歹啊，系啊，因为有一个人来感觉听较方便，因就会开，所以可以很多选择啊。老花啦，看袂到迄足细字，这样听的就敢若看电视、听广播安尼袂歹。中选会表示，有写印的选举公报服务，伫2004年的第一任总统大选第一摆使用，方便使用者甲所有选举人通充分了解各候选人甲政党的资讯。目前伫中选会的网站有华语、台语、客语3种语言通收听。不过记者和民众实际收听了后，部分民众认为也有一寡改善的空间。我会听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它好慢哦。若是会使调迄个语速。速度安尼可能较方便啦。另外，台湾有16族的原住民族群，根据移民署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台湾新住民人口也已经超过59万人。有民众建议，通增加更较侪语言选择，因应台湾多元族群。英语也是
印尼话啊、马来西亚话啊、安尼菲律宾话嘛，安尼嘛袂歹。大众选择啦，大家都有选择的那个，那当然是比较好。中商会表示，目前有来自15个国家的人规划到咱国家，因为语言真侪种，若要翻译做各国各关注民族的语言，牵涉人力、经费、时间这寡问题，是无上有困难。中商会表示，所以公办政见发表会，也是一款通互民众去了解候选人政见理念的方式。政府会为无同方面来维护公平的参政权。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英国全台湾的汉药房数量上济有15000间，不过即马汉药房是愈来愈衰微啊，真侪传统的汉药房转型变商机。高雄市最近就出一本册，记录高雄30间汉药房的故事，看因是安怎创新来转型。行入去汉药房，规排药柜，阁会闻到汉药的清香。英国若是要订补、感冒，拢来遮拆药啊。不过，即马少年人毋若对汉药无了解，佮加上药事法的修法，爱通过各界考试，就当开药行，互传统汉药房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境。即马少年仔较无爱，较无咧用中药，啊，相对的，即阵啊诶，中药店愈来愈少，一年即马。听讲嘛，剩无介一间。过去全台汉药房上济有15000间，到搭是剩无8000间。真济传统汉药房拢转型，亲像高雄这间青草店，在地经营超过50档，为阿公开始卖草药啊，传到第3代查某孙来转型卖各种青草茶。高雄市文化局特别出一本记录高雄30间汉药店的册，希望少年人会当了解，卖互传统汉药房来消息。这伤养生，拢可能食较袂惯势。嘿，所以一开始为口味调整，跟为介绍青草茶这个文化的认知是，我感觉一开始上困难的。啊，不过开到即马一档啊，反而做侪年轻人拢会来我店里。因去走总26个行政区，采访了30间的老中药房。咱经过因的目睭甲观察，啊，咱看到因遮的老中药房，因是安怎一代传过一代。中药工会表示，目前高雄地区汉药房要1000间，但年有120间，因为头家退休也是倒去就收起来。汉药房面临经营个人化，想要传承落去嘛无简单。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财政部配合行政院发展太阳能供电，甲土地租户业者开发供电。高山市伫台东都有61公顷的农地，已经同意业者申请开发。不过，北产的农民甲公所农化反对，认为安尼会影响花莲米的生产品质。花东唱歌农民当地产林超土，准备要种今年的早冬稻啊。不过，伫关山德高里这片田的土卡差国有财产署同意提供土地开发耕地，阁失败啊。拢总有64条国有土地，61公顷，互工租土地来种植的农民是真不满。林公所嘛表示反对，因为关山地是台东县种稻仔上大的生产区，米的品质嘛真好，安尼恐惊会造成稻仔减产。变成我们之前前人那个种植就浪费掉啦。在关山地区，我们不会同意在优良农地上面来去施设所谓的地面型太阳能板。高山市南区分署台东办事处表示，敢若是同意业者会当利用这个国有地，向经济部申请开发耕田，不过要是要得到租这块地咧种植农民的同意。我们是有给他同意的意向书，那他必须去跟主管机关申请筹设许可。他没有拿到承租的同意书，那承租户还是保有他继续承租的权利。农地开发耕田，还佫需要地方政府土地变更的许可。台东县政府强调讲，会严格审查，而且会尊重乡镇公所的意见。只要地方无同意，官府嘛袂互农地开发耕田。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林保署甲花莲县政府合作，补助农民一赌钱，合作生态薪水，鼓励农民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地，莫用毒草剂。这3冬来已经有200外农民参加。效果看起来也袂歹。务农友善环境队得到奖励，这项叫做生态薪水计划，就是林保署伫花莲推动的濒危物种甲重要栖地生态服务给付。3年来已经有288个农友参加，守护产区和甚至已经消失保育类动物拢回来啊。
农民他有记录到像食蛇龟、采官龟、环境质、食蟹獴等。那其实农民他不只透过这样子的营造生产农作物之外，那他也可以让这些自然生态跟野生动物共存，也创造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的可能。生态清水基库分为土地维护、土地营造甲土地清效，最后要求产区爱规年抽水免用度超济同年，交棒农产品爱符合农药安全检出，1分地以上面积的水产甲水饼产农营申请。水梯田的话，1年1公顷会有3万元的奖励。那如果说是水田的话，会有2万元的奖励。经过这3年的辅导，农民开始认知到一般的农业生产经济的行为以外，还可以有更多关于生态跟友善地球、友善这个土地的一些做法。因为效果真好，实施面积已经有261公顷，今年扩大到光复乡、水尾乡甲桥里镇来实施，互更加侪农友来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品牌可能就要换咯。在中国品牌比亚迪，去年第4季卖出去52万6千台，超过特斯拉，成做第1名。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特斯拉最近降低争取市占率。有关是属继续属的中国电动车，比亚迪去年第4季就以52.6万台纯电动车的销售好成绩，将特斯拉的48.4万台比落去，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虽然比亚迪电动车的市场主要伫中国，但过即间以制造充电电池起家，20年前才开始发展电动车的公司真有野心，当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It's planning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n Hungary to make cars locally in the region. And it's got plans to sort of become the aim of becoming the biggest kind of electric car manufacturer in Europe by 2030, which sounds like quite a crazy ambition, but actually when you see the kind of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re growing, it does feel feasible. 不过，以2023年规年业绩比较，比亚迪拢总卖出158万台电动车，优完落后特斯拉181万台。不过，业界优完看好比亚迪电动车有对立整合、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虽然安尼，特斯拉伫电动车普及率全球第1的北欧国家挪威，去年优完是销售冠军。挪威计划伫2025年成做全球第1的无过卖燃油车的国家。去年卖出的新车中，电动车已经占82%。We are very positive when it comes to 2024 because there has been quite a few changes in the policies, and we expect and hope that we will pass a market share of 95%, which is a big jump. 目前挪威确实是因为电动车愈来愈普及，所以空气甲噪音污染得到改善。不过部分电动车主怨叹，车路的充电设施犹原较不足，这也是其他国家推广电动车所遇到的共同困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冷气团减弱，温度有略仔回升，各地头嘛拢是侪云到好天，水汽较少。干那东部甲恒春半岛有30%好。不过明仔载拜六开始，水汽就会变高。北部、东半部的天气转乌阴，会落雨。下晡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16度到23度。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东部地区19度到24度，外岛地区14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下礼拜1下晡3点，咱再会。
统会换谁来做？哪里被政治版图会安怎收尾？总统大选三卡都113位立委，你手头的选票被转互谁？